哦，人讲饭后来一支，较赢咧啉咖啡。喂，你也要来一支无？好啊。喂，这是室内呢，也毋惊厝内空气歹安尼，要爬去外口啦。啊，查某人咧念啊，行来外口。啊来搭咧。是啊啦。阿爸，我嘛要一支。莫吵啦，去边仔耍。阿爸，我嘛要一支啦，我嘛要一支啦，我嘛要一支啦。阿牛啊，你著举一支互伊啦。啊，迄囡仔敢好？无要紧啦。哒，举去啦，莫阁吵哦。啊，你也无甲我点火安尼？哦，真啰嗦，来。哇！阿牛啊，我最近听人讲，公共场所袂使食薰的。是啊，而且未成年的嘛袂使食薰的。人讲第一讲食薰分风啊。讲是讲无毋对啦，但是吼，咱去时啊耍即个烟火嘛无甲咧外巧呢。你安尼讲嘛真有道理，啊无咱暗时仔才来算好啊啦。